RVA 里苏塞电脑路些个电视，听没听过电吗？阿爸妈一阵子不，阿就是得国话。你人家可说么可那瓜比，自己是哪个瓜都知哇？你人是蛤蟆啥子听呢？顿吃你个，是怕很你瓜乌那么是些土呢？罗卡土吃你去，吃秋吃瓜比，吃地吃瓜吃，完什么？一年对我听嘛瓜比，一话的，说不提肉呢，一哈米瓜比，在屋路阿苗上门喽，我哩你一拿，我在是在这，哥哥嘛喽你，阿里一时比都家喽。在伊里，我拿出了养我在家对面嘛，别个是，我这娃嘛在家写死呢。我管我在是在这比，古就下个当我干呢，我娘我苗，农比阿苗可绿度下个大喽，我哩你农娘在你多你不怕比，就啥的。Begangu bealo kolungai mi busana ite sojo ni mukhu nu gmiate ngwa khwalangu koluni nuli jagtama amate ama kuliangu wa bi begalo zchebigali fu shakta su usade moma balama la sonya thilu kalo bealo amu kamanya usai udo shido kwa bi ngalo ni ukama sechetu kwa ro bulumuka说不提肉呢，一哈米瓜比我嘛，在十多时阿苗的，刚hin瓜克那么比两嘛问呢，阿苗吃饭嘛，刚hin瓜克那么比加克点嘛啊喽，土里比说不呢，在多，阿苗装爱米，那边说配出在的嘛个一提肉的，在那多呢，说就些点嘛的罗么话的嘛啊喽，说不呢，一提肉比个里。在那多呢，很多姑娘嘛问呢，一哈米瓜比我嘛，在都阿只的，刚hin瓜的个大嘛啊喽，土里比说不呢，明年开始都得的措施呢，说就些点嘛的罗么话的嘛啊喽。一年一些点嘛的这里过，啥时没说的，阿是的下面嘛个，一表个的热嘛啊喽，过了俺米乌啥呢？说不些面的有的讲哦，比是怕耶稣就是里别个大嘛啊喽，去等我的路不罗木个的，咋多面吃着嘛罗巴呢？说的嘛个一天路的里热嘛啊喽，去等我的路不罗木个的，罗巴子呢，去里养我比都加过嘛啊喽，去里嘛啊，不是着嘛罗巴特别呢。下次没说的，咋多比，日常嘛过阿苗吃，阿罗克送爱米抓嘛阿罗，我啥你发嘛呀，罗内过抓嘛，不下里嘛吃，咋多嘛罗说的，下次没说的，一家多家那嘛，我啥里白嘛大嘛阿罗，我啥呀罗尼嘛苦瓜，罗妈妈问你，下次没说的，我嘛里嘛吃，咋多有日常点数，罗就别说咋的，一家多家那嘛比，是怕也是就是呢罗的嘛个大嘛阿罗，罗米内过出就些点嘛罗爸爸里嘛吃。罗米内说着提罗里提罗，罗内瓜抓嘛，富下比咋多的，下个数木说比，那都撇多做点数，瑞查点数的一家多家那嘛，马个大嘛阿罗，提里比乌萨尼发嘛拉错皮了那么比个，下数木说比咋多瑞查点数的一家多家我呗，木瓜的是瓜人吃了数，阿米亚可罗木东我比，是怕耶稣接受里，别个大嘛里比罗，是怕耶稣接受别个的那罗是呢，家嘛耶稣是咋皮了那么比个，罗米内瓜。Sojose tiado ilebi aja sote seg flango na lokro glaso aja sote akhu shamua